不是啊，我不是要来死头路，我是要甲阿准来死头路。是安怎啊？伊就是我之前讲游戏内底迄个台北小龙女啦。台北小龙女？对啊。你是讲你之前耍迄网络游戏，甲你做伙伫咧草坡徛的迄个？对啦。敢有遮拄好？有啦。迄人是阿春哦。对啦。跟你讲啥哈？啊对。小段进行错乱的故事啦。等下，所以你的错乱是阮妈？嘿啦，你甲我讲，你给他25岁啦，而且哦，伊是拄过身新妇老大的某啦。你甲我讲哦，你无聊、孤单、寂寞，啊，我就你叫病去啊！你爸你就恁唔好才管啊！大个，今日的你都唔对，我姓阮的，我上大嘞，你唔通甲我动哦！咱恁一辈啊，咱拢对哦，阿祖阿嫂啊，你一辈啊！陪就好啊！我甲恁讲哦，看着阿祖啊，我甲你一辈啊！等下，你甲物件收拾下，我即马带你来洗药剂。帮我遮讲讲，我准备要开会。莫动！我煞毋知你在变啥梦。我先来开会，啊，我连要来无用，赶出来啦！即马我跟你讲严重性啦，一礼拜洗3个药剂，安若无洗吼，安尼呢？我是安怎会听你的话？你这个讲白菜人。你嘛讲白惨呢？我是袂留一个失败伫我的身躯边的。哎呀，歹势吼！我会做失败吼，是你未来囝婿讲。迄嘛袂用的。你拢实际啊？是安怎搁转来关心我？啊，迄是人甲人之间相处吼，拢有淡薄仔感情啊。重点是吼，同情你啦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。你想要听我的话哦，无我就甲总公司讲你台北小龙女。你敢威胁我？无错，我就是威胁你。我要甲总公司讲，你明明就按我什么线上游戏，我叫做台北小龙女。好，拢听你的啦。我会听，我还是再派就要创。